今日这个经文吼，马太福音20章第1节到第26节吼，这是一个最麻烦的比喻吼。耶稣伫四福音内面有讲几个比喻最麻烦的吼，这个袂输，这个不会输吼，不会输这个不义的管家吼。路加福音那个比喻也是很讨厌，不好解释哈。啊，这个其实嘛是困难解释吼。咱今日特别用一个无同款的角度来思考看卖啊吼。一开始就讲，上帝讲这是上帝国亲像安尼吼，亲像啥物话？伊讲吼，上帝国吼天国伫马太福音赞美吼，赞美咱毋是赞美咱吼，咱哪有总共其实加起来有70个吼，就是为早时啊9点到暗时啊9点吼，来来去去一共有70个，70个咱兄弟吼，伫遮读四福音加使徒行传吼，哦，这领经的呢，早9点到9点哦，实在很感动。好，马太福音因为这本册是写给犹太人看的吼，所以伫这个用词上吼，伊无讲上帝国，伊讲天国吼，伊讲天国，好。他说天国，他不是说上帝国，因为犹太人唔敢讲上帝吼，他们不敢这样称，所以讲天国吼。一开始就讲，耶稣讲天国亲像啥货？亲像吼，一个主家吼，一个主人家透早出去请工吼，葡萄园的主人一透早去请工吼，在希腊文内面迄个透早，它是用算的，伊是讲第几个小时吼，第几点钟吼，啊，算起来透早。迄个透早原文是6点的意思吼，所以一开始透早6点去请工吼，啊做工的人吼，伊甲约束好势，一日一钱银吼，然后就叫他们进去了吼，啊来到9点的时吼，9点的时候，伊搁出去，啊看到有人仍然徛伫遐伫街市内面，啊就甲因讲，恁也去葡萄园。我要照公道给恁吼，一开始讲一个钱银吼，啊9点迄是讲我要照公道给恁，就是你已经晚3点钟嘛，对无？吼，我要照公道给恁，可能会打个折啦吼。啊，因就入去啊吼，无拍算到中昼，到3点，伊搁出来，啊，犹原看到什么货？嘛是看到人吼，啊，伊就讲共款，吼，照一样。啊来5点的时间，啊，这5点就已经要结束啊吼。天暗是几点？哦，用迄个算法，天暗是6点吼。所以安尼剩偌久？剩1点钟吼。5点的时吼，伊搁看到伊讲啊，恁写书通知仍然徛伫遮。啊，因甲伊讲，因为无人请啦，无人请阮啦，吼。啊，伊就甲伊讲，好，恁也去葡萄园，好，他们也进去，好。所以他其实没有讲。要互因偌济吼？经文第8节讲，到日暗吼，6点到了，到日暗，原主吼，原主甲伊的管家讲，叫做工的，互因工钱吼，对路尾来去到大先的为止吼，要互因工钱啊吼，这个是日工吼，每一天结算的吼，伫迄个时阵吼，圣经有写哦，你袂当欠你的工人的工钱吼，那个就是他一天要赚的吼，一个家庭的所用吼。啊，咱先来看卖啊，伊讲一钱银吼是偌济吼，那个是那时候的罗马的银币 ，denarial， 这里它银币的名称吼，一钱银，罗马银币1块，生这款，好，捌看过无？好，生这款吼，一个银钱。啊，这个银钱伫迄个时代，亚述时代就刚好是什么？是的，一天的工资哈，就一天会当赚的钱哈，给一个家庭来用绰绰有余哈。一天的工资是算是不错的。各位小姐，咱即马一天的工资是偌济？那即马来算一天偌济？1000哦。看什么工作？咱最低工资1个小时偌济
158，啊，如果算8个小时，158、166、846、848，好，1400、1340哈，好，啊，如果你有一些特殊功能，你是钢头啊，才会2、3千跑不掉啦，对吧？好，呵，你这大概知道那个价钱，好，一天的工资没有亏待他们哈，啊，头家伊交代换的成本，吼，啊，本到开始安尼吼，好，啊，基本就讲，下晡5点的吼，因得着偌济？多少？哇，几钱元呢？帮我按一下，几钱元呢？1000银子，帮我按一下，好，啊，不理我，帮我按一下了。我按不出来，帮我按一下了。哦，你们也按不出来哦。好，5点的吼，做一点钟拿，分1个银钱呢。好，啊，即马其他的心内安那，一直做痛对无？哈，因敢若做1点钟就摕1钱元，啊，咱呢？好，上早来做偌久？这整天啊，6点到6点啊，12个小时啊，中间有休息啦吼，哦，所以哇，迄早起的、中昼的、下晡来拢讲班啊，今日安那，今日连报死啊，吼，迄做1点钟就互伊1钱元呢，吼，我做规工安尼，算起来至少嘛10块对无？好，结果怎么样？发给他多少？嘛是安那，1钱元。哇！圣经就讲，阮吼通日拖磨受日，啊，遐个落尾请的工做1点钟久，竟然互因甲阮平，吼，甲阮平，跟我们一样啦，吼，因做1点钟，你竟然迄个分共款钱啊？看这个埋怨合不合理？合不合理啦？你也埋怨没？你会不会抗议啦？你们好像不怎么同理呢，激愤一点好不好？哈，我做一工呢，伊做1点钟赚1钱元，我做规工竟然啊安那？同款呢？要不要抗议啦？抗议吼！然后他们的抗议合不合理？我要听你们讲啦，合不合理啦？合理吧？你在，你会不会抗议？会嘛？哦，因为你用按工计酬，用同工同酬的角度来看，这无公平嘛？是不是？是不是无公平啦？啊，毋过这个园主伊讲啥物话？伊讲吼，伊讲朋友啊，我毋是无公道款待你呢，我没有亏负你哦。我毋是无公道款待你，你竟毋是甲我约好啊？约好是安那？一工啊啦，1钱元呢？是毋是？有讲好无啦？咱透早就讲好啊，一工1钱元。所以若照咱本来讲的吼，我互你1钱元，有合理无？敢有甲歹款待？无呢？哇！不同工却同酬。表面上无公平对无？啊，毋过若按照因本来，哦，安尼就有好。啊，若按照因的约束，本来讲好的，有合理无？有呢，这样麻烦了，它又合理又不公平，到底是安怎？到底要怎么办？咱估一个例啦，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这个主人吼，以后所有的工人1钱元，即摆拢回去对无？然后晚上主人去逛街，看到一个乞丐，有没有做事？没做事，他也给他一个1钱元，会使袂？会使袂啦？可以呀，好，所以这个主人伊就讲我没有亏负你啊，对不？好，不过问题吼，各位看这
问题是吼，你若是迄个对透早6点开始做工的迄个人吼，你是吞会落吞袂落？你吞会落吞袂落啦？吞落啊！吞落是无？个阿姐，我特别讲，即个比喻吼，最困难的所在伫遮啦。主人吼有亏待伊无？无啦，哦，没有亏待。啊，毋过问题出伫对，问题出伫对。你讲有公道，啊，毋过无公平啦，是毋是？你看起来听起来有公道啊，甲你约好啊嘛，一工一钱银嘛。啊，毋过你即马你做出来是无公平，我心内作恶的嘛，是毋是？咱大家来看，到底耶稣这个比喻是要讲啥？这比喻是要讲啥？是毋是亲像耶稣上尾讲的？耶稣讲这个主人甲讲啥物话？我讲吼，主人甲讲，我用我的物件，我所爱减袂随的。好，我自己怎么花我的钱，不可以吗？啊，是因为我最好，你安那？目赤，不是赤目，你目赤吼，你眼怎么样？眼红了吼。所以这个是这个比喻，耶稣要讲的吗？反正上帝要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了，可不可以？上帝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是上帝最大嘛，对不对？好，难道上帝对别人较好啊，对你没有像他那么好，你得安那？把恰是不是？所以耶稣的比喻是在讲这个吗？讲我们要顺从这个阿爸的上帝，啊，上帝是阿爸，反正拢伊的嘛，对不？伊要安怎就安怎，是不是啦？耶稣讲，你若搞不清楚吼，搞不清楚会怎么样？落尾要安那？要做大仙要做落尾哦。你本来排伫头前个，煞变后壁哦。哇，这个上帝有够无法沟通对不？是不是啊？读到这里，到底吞得下去，吞不下去啦？生我衰，我是人，好，以后我若做上帝，我就好你死安尼，哈，是不是啦？吞不下去啊！各位，在我们读圣经哈，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时代错字哈，时代错字。当用无共款时代的观念，你看圣经的时阵吼，得出问题啊！你看一个幅图，这是一个照片，哇，密码，所以看不出来是什么回啊？有一群人在哪里？看起来是桥下哈，啊，顶有一支台北大桥。用功临时休息处哈，迄个善功啦、灵功啦，这是什么回哈？还记得有较清楚啊？这句啊，这个是1971年哈，1972年，1972年是偌久？民国61年，民国60年很重要，你知道民国60年发生什么事情？台湾什么？退出联合国呢？什么时阵断交中美？67年断交对不？我细汉捌有一句话呢，一首歌呢。我细汉唱一首歌说：从民国66年起，每个人都要努力。有没有唱过啦？中美断交，每个人要努力呀！哈，你们在摇什么头啦？你们？你们这些都还没有出生，很讨厌哈。这个是什么钢？刷钢就是灵工啊。他们在台北大桥干什么？就是跟圣经这个情形一模一样，因透早对，有的是对台中下晡下降起来，吼。下降起来，那个台北大桥啊，都踩底下。好，他们可能5点就到了，吃个早餐，也真的就6点在那边等什么？等什么啦？等人家来，塞几台车来，这个，上车，就安那去做工了，所以你若徛底下，就一定互算到对不？你若徛伫台北大桥，你就一定有工作，对不对？不一定呢。
你有可能徛伫遐徛一天无风请无？有没有可能啊？啊，哪拢请无免啊？明仔载搁来啊，就是迄天你安那没有收入呢？哎，听懂我在讲什么吗？各位啊，我们回去那个情境，就是讲，你伫哈，这个是从那个一个那个旧的报纸拿下来。他说那个时候这个宫有名字的呢，叫做。你看，哈，一个叫桥头公，哈，桥头公，哈，这是有名字的哦，哈，这些人叫桥头公，哈。就是讲，跟他说，你要搞清楚，我们要回去那个情境，基本上跟他们想法不同款啦。那个桥头公是灵公，哈，因是天好安那。用 Q 的哈，因为没有一定的专长，主要就是出力的、劳力的哈。那一天站下来，你是不见得有工作的，你知道不？就是讲哦，你今日底下徛，啊去用坚去做工，这个本质上是个恩典。听懂我的意思吗？你很有可能一天徛落来拢安那，拢无呢。啊，有可能一礼拜徛落来拢无无？有呢。就是说，这个工作的本质，你是被施予恩典，你是先接稳定，你靠法度安那去探钱。跟他这种概念不存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个时代比较少这样去思考咱的工课。就是讲，从灵工的角度，他当然是努力工作，不过他要先有这个什么机会呢？好，他要先是有机会，所以。转来用这个观念，转来看这个经文，咱就知影这个经文在讲啥吼。同款是先接稳定的人，早时啊6点，甲下晡5点的人，因拢是同款先接稳定的人，是不是？如果你是接受稳定的人，啊，你怎么去计较什么货？去计较讲送的稳定较济，你就知影这出问题啊。听懂我的意思吗？我怎么看你们的脸好像解释的不清楚？那我就讲一个故事。蟹壳黄，你看讲上面一个蟹壳黄。天哪，你不晓得是什么蟹壳黄哦？哎，吓人哎！什么是蟹壳黄？他们不晓得。什么是蟹壳黄啊？啊，很小小的那个烧饼嘛。内底咸咸更长啊嘿，你们到底知不知道啦？知道吼。熊熊吼，跟你讲这个蟹壳黄的故事吼。熊熊早时啊吼，主力吼早时啊吼，啊是有时候周间的聚会早时啊吼，拢有一位兄弟吼，伊透早会比别人较早来吼，啊伊就摕一个小纸袋，里面一个蟹壳黄，伊就讲哎，无输，最后你，好你做早等。哦。好不好？好。哎，早上就有人送你一颗蟹壳黄当什么早餐呢？哈，我给你奉行公益，刚好这个弟兄今天没来，哈，嘿，啊，就拿一个蟹壳黄哦，好啊，这节这餐是不是恩典呐？有时刚我甲一堆牧师吼，在讲话讲到，反正这随便乱讲，忽然就讲到主日早上的事情，我就讲这些事情。讲哎，我教会有一个兄弟吼，伊拢安那。伊给我摕一个蟹壳黄，我做早餐。啊，其他还说哦，你们的怎么样？很有爱心啊！吼，等下讲。啊，后来就来了一个很讨厌的牧师，没有了，我们很讨厌他了哈。哎，你讲啊，你在讲啥？好，因为讲啊，那个四号公哦，因那个在下主日在下吼，礼拜日在下拢有一个兄弟的上一个蟹壳黄做早餐。那个牧师真的讨厌，他是真的很讨厌。他就说，哦。我们教会不一样哦，我早上主日早上他们会为我准备那个麦当劳的那个猪肉满福堡加蛋，还有配一个薯饼，咖啡有升等成拿铁。好，然后旁边人说：“哦，要赞呢，差等哦。”然后我在旁边，蟹壳黄。好，而且大家讲伊偌好偌赞，很讨厌，对不对？好啊。然后后来呢？
后来每次那个弟兄拿给我蟹壳黄，我就想到他的猪肉满福宝。个人在厉害在我的贡献。今天一个蟹壳黄，还是一个猪肉满福宝的套餐，都是什么？都是什么？恩典哦。跟我大概看到蟹壳黄，我就想到什么？人家是猪肉满福饺、鸭蛋，还有薯饼，还有什么拿铁呢？哈，心里会觉得说，我的只是什么？跟这个就是耶稣这个比喻在讲的啦。你是一个先接稳定的人，你心内咧什么？嘿，你心里在那边，伊会较济呢，对伊较好呢。你不要以为我在请你给我猪肉满福宝加蛋。其实我礼拜日在时啊，无定在食早顿的吼，因为那个早上星期天早上呐，食迄个啉物件食早顿，那个胃肠会什么蠕动哦？胃肠蠕动在星期天早上是一件最危险的代志哦。呀，刚得刚一半咯所以基本上在星期天早上我是无食物件的吼。我记得有一次不是星期天早上，不晓得是哪一天是一个好像是告别礼拜，是早上，我就忘记了，你听懂吗？我就忘记那一天，我只有星期天早上才会想起来说，今天不要吃东西，会冲厕所。结果那一天不是星期天呐，是酒干的在西啊，就放心的吃，结果讲到一半，那真的是悲剧好，我不是要吃猪肉满福宝我今嘛是在讲，你若是一个先接稳定的人，你唔通伫你的稳定顶面，你计较送较济。我好讲的，那个灵工的本质是一个稳定。因今嘛开始在计较讲伊无做遐济，伊开会当甲我赶快摕共款的时阵，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主张这个恩典要公平。敢有这款的物件，稳定会当去计较爱公平无？你若安尼做的时阵，这个稳定的就被摧毁了。你知影意思无？本来那个恩典就被摧毁了。蟹壳黄就被摧毁了，有没有听懂？本来是这最稳定，你的心态就把它摧毁了，而且你以为你在真的公平，也不真了。无真实啊，迄是假。就是咱用公平在摧毁迄个稳定。刚才我唔知有讲清楚无？不过问题其实无遐简单问题其实更较复杂的是伫咱的实况迄个稳定跟咱的快乐努力常常是混在一起的。就是讲它不是纯粹的恩典，它有加上我们的什么努力，这样才会混乱，让我们有时候想去要去争取迄个公平，听懂我的意思吗？不过有当时就是看咱人，咱每一个人在看咱的性命的时阵，咱会当是不是当分辨讲，我即马是咧承接迄个稳定。看这有当时咱是这个世界，定定互人摕来比较，对不？拿来比较，这个人很棒，这个人一帆风顺这个人怎么样？其实咱伫某一个程度，拢是接受稳定的人，你知不？明白？卖讲没讲卖唔通讲出去我的小女儿现在读景美女中，你不要讲每次他们说他们读什么，我跟人家讲，他们都跟我抗议现在读景美女中高中她有一次偷偷跟妈妈讲一件事情，我听了吓一跳。伊讲妈妈，我今麦读景美女中，我较知影一件代志，什么代志？所以我现在才知道，有一些人的爸爸妈妈不是大学毕业的。李养才也得讲一下，他从小古亭国小、金华国中都在什么区域？大黄区，蛋黄区，都是大安区呢。他从国小参加什么
溜冰的溜冰队，是上面班上面队，那些妈妈爸爸都是很什么？很优秀、很厉害、很有钱的。他看到的同学的爸爸妈妈，不要说大学毕业都嘛2个博士的，你知道不？他从小看到的同学，同学的爸爸妈妈都是那种，那个这些小朋友严重，他们都认为出了台北市就是乡下呢，新北市也是乡下，这样听懂没有？新北市也是乡下呢，他说我不要去乡下，我不要去乡下哈。一个人跟妈妈讲，原来有一些人的爸爸妈妈是怎么样？是不是大学毕业的呢？原来他们是，他还讲了一句，是蓝领阶级呢。各位阿姐，常常咱甲咱性命一切稳定，拢当作是理所当然。因为这冰熊啊嘛，我能够有工作，是因为我怎么样？帮啊，是不是啦？是不是啊？才不是嘞，是你运气好，你知道不？这不是我讲的呢。咱古早的祖先人讲成功有3件要素，要先讲的3个要素。讲一个。天时地利人和，这几家讲你很棒。这几家讲你很棒，再想一个啦。天时地利人和，哪一个说你很棒？没有天时地利人和拢跟你无关系呢。各位，你有听到不？你有没有听懂啦？这个是谚语，知道流传下来的谚语，可不可以多一句啊？可以多一句啊！说成功有4大要领，天时地利人和，你很棒，安利也在呗。这样有没有违法？这样有没有听起来好像比较舒服一点？因为我很棒嘛，天时地利人和，我很棒，安利，所以就成功了。其实没有，你知道那古人的智慧伊对安尼看千几冬看落来，伊认为讲要成功，其实3件：天时地利人和。他把你的很棒排除掉呢。各位兄弟，就是对每一个角度来看，某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咱是成绩稳定的人。我讲过，这不是很单纯，因为咱有当下嘛有家己的努力参与内面，所以有当下咱也认不出来，我们会认不清楚，看不出来讲咱是成绩稳定的人。所以陈木林去读集美女中，对他有很大的冲击，对他有很大的改变。伊咧看几寡物件，一开始咧想讲，这个不一定是应该的，这个不一定是理所当然的。像以前他都会说：“你们要养我，是你把我们生出来的，我没有要出来。你把我生出来，你要负责。”可是现在你就听到这些小朋友，伊心内咧想的已经无啥共款，伊会感觉其实并无一定的是理所当然。会有很多的可能性的。各位兄弟，这个原主说：“我用我的物，行我爱做，减袂得，减袂做得。”都会咬舌头哈。华语的简单的意思就是：难道我的东西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这个意思啦，可不可以？可以呀，当然可以呀。也是讲，因为我最好，恁得目赤。难道我做好人，你们就怎么样？就眼红了吗？这样讲都很有道理啊，都很有道理。可是我认为这段经文不是在强调这个上帝就是一个做阿爸的上帝，伊要安怎做就要安怎做，不是。伊是在强调这，就是各位兄弟，咱拢是成绩稳定的人。如果咱搞不清楚，今日是一个受稳定的人。咱开始咧钱迄个，里面较济呢，满福宝，我还较看起来较无好。你在计较这个的时候，各位兄弟，那就真的什么？亲像耶稣咧讲的，迄伫后壁安那，要伫头前，伫头前的要伫后壁。
这段经文我上尾一个提起就是基督徒拜托的，基督徒，咱伫这个世界，咱是咧钱什么货？吼，咱这世界，咱咧计较什么货？吼，咱如认真拍拼，迄是应该爱有的物件。啊，毋过有当时啊，咱会用公平的名去摧毁迄个恩典，安尼就真可惜，就会变得很可惜。好，没有错。咱每一天拍拼过日子，都有我们的付出，拢有咱的这认真流血流目屎的时阵，啊，毋过咱去思考迄个本质上，迄个本质，其实我们是在承受恩典的，是在承受恩典的。其实今日在西亚有点小小的难过，就是我又看到我的脸书上面有一个。我的学弟，可是年纪应该比我大，好，就是他是那种快退休了才去读神学院的那种。他不晓得为什么，就是神学毕业以后，当完传道师3年，三当拢找无服侍的所在，哦，啊，伊今日下来就已经自暴自弃了，哦，今日下来就，好，我这么努力的受神学训练，好，为什么都没有任何一个机会让我当牧师哈，好，我就给你看一点下来，心里就有一点难过了哈。看下这个其实哈，阮在做部书的弄这清楚，会当去一个所在无会，会当去一个所在真做部书，因为我很棒，对不对？他摇头。因为很棒，对不对？各位其实这是什么回？这是恩典，这是恩典啊，不恩典，这是恩典啊，这是恩典。徛伫这个恩典啊，这拍拼去回应，去这困难去好塞，这个才是应该做的。全然不是因为我很棒，某一个牧师很棒。哎呦，那个牧师都可以帮李登辉总统讲道呢，我都没有。开始在干嘛？开始在干嘛？开始在计较上的稳定啊啦，较济。好，看下这，咱认捌清楚，咱正人拢是徛在一个稳定的顶面，啊，用咱的性命来做回应。好，这个稳定多甲少，唔是互咱摕来计较的，是互咱放伫心内，会当激励家己，更较侪回应，更较侪拍拼。唔茫，今日咱对这段经文耶稣的比喻，会当有较深、较无共那看法。真侪咱生命、咱生活的路用，咱当心来祈祷。